早出门心轻松，沿路唱歌就摇动。看见办公时间到，大步扬走无月头。迄时阵，公共汽车拄好也来到。赶紧走来车门前，车载家阮车无停，搭车的人排规阵，车鼓无停上开海，总也着暂时忍耐，继续来等待。办公时间真宝贵，大无汽车上客开，已经等了半小时，全无看见车到位。到底是为着啥台汽车拢不来？搭车惊人地议论，遇到行路有卡顺，恐惊时间赶袂赴，大家忍耐望哪久？讨厌的公共汽车全无当成阮。现在时间8点半，无去办公要安怎？讲是人会讲起，大概厝内有代志，实在是大无车帮，凉凉气死人。看到汽车来到位，大家赶紧加小钱，一时车将发脾气，叫阮后帮这飞去，就是目睭紧紧，送这鬼行去。